新闻头起先来看，这礼拜三金门有高中办毕业典礼，这学校提供的胖鸭肉酸奶像引起食物中毒，学生啊食完是吐骨肉，当中有18个人身体无爽快。这阵卫生局要启动调查，要求供应商暂停营业。卫生局人员采集下巴内食品样本，要送检分析，确认倒一食物有问题。金门一间高中发现疑似食物中毒，其实举行毕业典礼了后，在学校提供的掺鸭肉，做学生食了出现冰白一吐，老师才会症状。原本欢喜参加毕业典礼，为3年高中生涯做者结束，想要到这学校大心准备的食物，煞互身体出状况。金门卫生局初步调查，到7日下晡5点，有18人出现无舒适症状，其中13人看医生，因为症状都较轻，已经等于休困。他们是那天就是吃完餐盒之后有症状出来这样子，大概要2个礼拜。卫生局表示，后续的综合检验结果检判，若属于食品中毒事件，相关应罚2亿。卫生局提醒热天天气热，爱注意食物保存方法，降低食品中毒的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